没有火车，怎么去旅行？试着想开。你说的地图，用红色铅笔圈起来，仔细看，就在某一个游乐园的人潮门外，景色都在旋转。所谓往返，就是失而复得太期待，所以你制定路线，我能跟着票根走就很开怀。这一次旅行，起点被你置身事外，走着却不算离开。看见右方向，立刻就转弯。没有你在，错过要和经过一样痛快。每一步我都特别安排，游客走过西风景不该就离散。可是如果照片里有太少肩膀太多空，我是不是会上当少了你眼睛才看见的精彩的地带？所谓往返，就是失而复得太期待，所以你制定路线，我能跟着票根走就很开怀。这一次旅行，起点被你置身事外，走着却不算离开。看见右方向，看见右方向，立刻就转弯。没有你在，错过要和经过一样痛快。每一步我都特别安排，游客走过西风景不该就离散。可是如果照片里有太少肩膀太多空，我是不是会上当少了你眼睛才看见的精彩的地带？脚步轻快，还是先直走然后做转弯？对照你说的地图，我都找到了最美丽的依赖。有人买海岸，有人参观爱，我们绕一圈走回来，游客是我，而你不在。